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好房哥 Tony 啊！今日帶大家嚟睇一間超靚嘅靚嘢。咁我而家首先目前見到嘅就係一個觀光塔，一個煙花景觀，180度絕無遮擋，一個超靚嘅單位。呢個單位市場上基本上冇乜點樣放盤，你有錢都未必買得到。而家我哋首先鏡頭轉翻嚟睇翻呢個客飯廳嘅位置，相當之大 ，perfect。呢個單位建築面積2637尺，有3個房間，仲有工人房，仲有工人專屬嘅通道可以唔需要經過單位嘅正門就入到嚟。咁我睇翻鏡頭係咪啊？成個單位好方正南北對流嘅，相當之正。我哋首先入去睇睇個休息區，第一個望到嚟咧，我左手邊一個客廁啦。乾濕分離有明窗，然之後再轉嚟睇下第一間客房。呢間客房咧，你見到噶啦，做晒書台，做晒入牆櫃，仍然空間係好充足。望翻出面嘅景觀，相當開揚，係咪啊？樓間距相當之闊。然之後我哋再轉去睇下另外一間客房。呢間客房係望晒海嘅，仍然係180度絕無遮擋，煙花景靚到不得了，成支觀光塔喺度。亦都係做晒入牆櫃啦，書台空間仍然可以係好充足，可以做到3邊落床位。最後我哋入去睇一睇個主人套房。主人套房啦，仍然係好靚嘅我哋左右兩邊都係做晒入牆櫃㗎啦。個景觀仍然係絕對無敵景，180度嘅煙花景。睇翻呢個鏡頭係咪好正？呢個主人房咧，仲有少少巧妙㗎，就係呢度做咗一個衣帽間啦。然之後仲有個套廁，係嘛？有浴室位，係明窗。沖完涼呢度係一個衣帽間，再入翻去個主人套房，係相當之正嘅。最後帶大家去睇下一個廚房。好多女士都好關心廚房到底點樣啊！呢度有個玄關啦，係咪？入到去睇到一個 U 型嘅設計，相當之正相當之正然之後仲有一個生活陽台，工人嘅工作間，工人嘅呢個房間，工人廁所一個曬浪露台。然之後呢個門口就係工人專屬嘅掉垃圾嘅通道，可以唔需要經過呢個單位嘅大門嘅。而家呢個單位呢，好正啊！總層21層，呢個單位係鳳凰層嘅級數嚟㗎，係2梯2戶，基本上係超低密度嘅住宅。呢啲單位你想揾都未必揾得到。而家超平，有興趣睇樓嘅可以隨時聯絡我，好房哥 Tony 直接，拜拜。